我甲你讲，绝对袂敢带你厝一骹步，影来无，我这生气会甲你收起哦。你的心肝毋若敢若歹尔咧，你的心肝是个真正会当只有一句话形容讲歹心学了高八水七15。我跟你讲哦，你心肝够雄咧，你会记你顶工哦。 你做法啦，将你精气神灌伫个温安的身躯啊，人个温安的甲因查某囝仔已经论及讲点要分家哦，你安尼共灌到甲地共弄你甲地险弄家煞地害因即对美妙的姻缘险拆线，你会知影拆线人一个好姻缘哦，你是高毛济种的，你知唔知？先生啊，道长啊，你是玩耍未？玩耍好就要食饭菜你用去啊？无咧玩啦，咧搭水果啦。哦，上研究哦，有进步啦。哇，安尼赞哦，就是即摆加恁两个加真闹咧，听听杂水果啊。那安尼尔，哎呦，阮是伫遮吼，为着你的身体，而且伫咧研究。 人即个道长哦，伊心肠真好，腹肠阁宽。人伊愿意讲吼，要将你的病甲你医好你好。伊讲你这精气神不足，身体虚啦。人伊答应我讲，下早时啊4点外就要爬起来带你去早安晨跑。晨跑哦，要练身体啊。即个8点以后，伊会下弦互你听。下耳迄哦。对。好听。带你去中昼时啊吼，伊开始教你吟诗作对。吐诗就对啦。兼画图。要画什么地图？拢都有各画。赞。下晡时啊吼，伊带入去吼，伊会带你教你学唱歌。唱歌。暗时啊吼，伊会搬戏唱歌互你看。你的生活过了足美妙的哦。安尼我就免去看电影啊。对。道长，安尼多谢你，我安尼哦，透早起来甲你来去运动，你下弦啦，吟诗作对啊，多谢。老大啦，若无代志无，你要食饭哦，或者唔好食吼。明仔开始准备哦。伊有搁准备一台车吼，要甲你载。安尼我幸福啊。还讲拄到石头路，要搁甲你爱呢。多谢。你足好利用人哈，拍一个红棍好教。我安尼更算做乌一个窟窿互你跳。你莫加一嘴，你加一嘴。相公，相公啊，天大地大的大代志啦！你哪里从啥？我想哦，看册看规波也是忝，起来运动者，哪穿来运动者。是安尼哦。对哦，就是想，刘姐啊，你有啥物代志啊，早个骗袂出来啦。对，我甲你讲，你敢知影哦？咱这里哦，乡试放榜啊，你知无？到乡试放榜，到有什么意义？啥物无稀奇？你敢知影？你知影哦？这派的果然啥物人？你知无？两公的啦。两公？哪有可能？啥物无可能啊？所以我嘛讲哦，天大地大的大代志啊！夫人，若听你安尼讲，迄位先生毋都足厉害，有法度甲两公老爷教甲遮尔厉害着。当然哪有可能啦？迄高较熬的先生嘛，无法度像迄种白痴的，教会当看第一名。哎呦，相公啊，这是千金万确的代志啦！而且哦，你敢毋知影？因即摆哦，大概伫咧新厝遐呢。即摆新厝遐偌闹热的呢。夫人，咱住伫遐的时阵嘛无遮尔顺，为虾米大小姐因住伫遐一切拢遮尔顺利？两公老爷也有法度考到第一名。我看迄间厝根本无啥物妖魔鬼怪，那嘛是亲这四查某鬼啊，多避鬼避怪。不可能。相公，无定是吼，亲门是用啥物邪术啊？迄代志怎有可能变成安尼？有可能哦，有可能哦。这间新厝吼，不但无人鬼，而且吼，阁是一块福地。我，那安尼咱这毋着厝白白去互大姊因占去？安尼是甲咱当食亏呢？迄边哪会用的咧？相公，咱来想一个办法，将迄间新厝吼，该换倒转来。你看。来，你买，哈哈。先生啊，这杯哦特别敬你啦，拢是你的功劳啦。若毋是讲你教导有方哦，阮娘讲的哦嘛无法度考到举人。对，这吼真正人咧讲的名师出高徒啦。你也看卖，刘先生不但讲人品赞，学问好，
洪都明气一个散，哇，真正哦，财高高斗啦！我是捌听在个北斗，啊，你另外这斗位倒来？哦，那正常的是跳到八斗哈，啊，伊哦加人一斗，迄斗是安怎来？你甲看卖？阮这个遮两公啊，你看，歹势以前啦。哦，有走甲教到这么考调机人呢，先生啊，你有搞，你这明明都唔是人嘛！相公啊，赶紧咧食，搁安尼煮，唔得紧杯啊芳的，啊敬先生。哦，对。我知。卖，你唔当向我搁厝我来，害我细心搁去弄到饼，搁流鼻血，安都废去安尼。别啦，我做主意，我无去打着这3块尾啊。哦，先生，哇！实在足感谢你。自从做人以来吼，我今日上欢喜啦。我知影我较早咧读书吼，虽然真用功，毋过读啊真功。今日若毋是先生你吼，我绝对无法度顺利考到这个技能。学生吼是一个读书人，我真知影礼数。人伫咧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知影，你就敢若我阿爹共款。阿爹，卖，叫先生哥，你叫我阿爹，伊煞袂输敢若阮新妇咧。来，你都甲看起来，免安尼啦。公，起来啦！先生哦，知影你安尼就好啊啦，你的心意了解啦。我尊重我。免遐激动啦。我甲你讲啦，你哦过去所有的先生哦，拢无法度通甲你教互你考到技能，这是算有原因的啦。因为遐个先生毋知影讲你的歹处伫倒位。啊，毋知讲你的好处伫倒位，无法度通消灭到你的歹处，无法度通发扬到你的好处，所以你才考袂掉。啊，若我就知影，我会当将你的长扭落较短咧，将你的短甲吐个较长咧，怎啊平起来？平起来了后，你才有法度通考到技能。你若搁较认真咧，莫讲技能啊，参艺人嘛考着啊。好啦，先生啊，莫带咧好处歹处啦，迄拢袂要紧，莫讲细处就好啊。莫带博口条啦，今好日子来，先生，你请坐。来，先生啊，来，我敬你。少爷，少爷。对啦。好，你莫搁啉啊啦。啊？你已经啉足多啊，你若搁啉吼，小咱搁久少啊。久少。迄个物件我早就拍给你啊！你看我即摆用敢若牛来了。啊对啦，这拢是先生你的功劳。我透早4点就喺爬起，好管流汗流地哈，啊功劳拢伊。人咧讲人比人气死人啊，这叫做精的出嘴，戆的出身。先生啊，就是这间啦。这间哦，嘿啦。害我管来，天对地，后兄对饭粒，这个男对女，食糜配豆乳，想。哦，不像。门头嗰2只狮，东狮对女狮，跋筊什么人需要唔知，日头对迄边出来，暗时啊绝对对迄边落去，嘿，神妙啊，神妙啊！哈哈哈哈！我甲你讲，这间厝啊，这灵气啊，逼人啊，灵你知无？灵什么灵？灵就是天灵灵、地灵灵的灵，灵就是灵角啊，粗粗摕衫内面后壁狗仔水药材，迄个灵啦。若是我算无唔着食，内底一定有一个水源厝啦。水源厝？嘿，师，什么叫水源厝啊？水源厝就是我甲你讲，内底若唔是讲有一个水池啊，就是有一口古井伫个。哎呦，这生意有够厉害的呢！准，竟然知影讲哦，咱内面哦有一个古井呢。哎呦，师呀，你是条够厉害啦！阮花园哦，确实有一个古井啦。那阵啊讲哦，我如果无算唔着食，恁这口古井内底啊，有米一只100多年前的这老鬼嚟的啦。哎呦，真是哦。当然的咯，那我这个大头年的这风水师啊，咧算的绝对无唔对。我甲你讲，这只老鬼啊，唔是普通的这个鬼，伊吼有一粒善良的心，伊袂去害人。但是你若阵啊讲，甲伊相处了真好，无代志；你若甲伊相处了歹啊，伊就会甲你创治。
真的啊，我之前也无得失意啊，想到讲想讲哦，倒喺内面的时阵，讲阮两个哦变啊青衫落片，我偌可怜的呢。哎呀，有创治无创治，对好歹，迄你家己心肝来知影。但是要根据我甲看起来，伊即只鬼也是善良的鬼。你若对伊好，伊对你好；你若对伊歹，伊就对你歹。是真的，你家己算唔对。我甲你讲几摆，我绝对袂算唔对啦。真的啊？我听人讲哦，这人哦较鬼哦，免去斗阵大安尼。佮这个鬼哦，会吸人的这个阳气啊。啊，咱有啥物办法咯？将这个鬼哦，该赶伊走？这个步数是真多啦。你若准我讲哦，要将这个鬼甲伊刷走哦，哇，这一时哦是可能有较困难啦。也若无吼，你就爱安怎呢？去请一个法力无边、法力高强的这个道士啊，来甲伊超度。超度？哎呦，真的啊！万一若是无法度超度，是要安怎？还有第二步数，第二步数就是将这个果子甲吞落地。吞落地了后，这个鬼啊无地大，伊自然啊就去转世投胎，自然就袂去伤害人啦。